甚至彭博那一天访问他，然后他说，哦，没有，这个台独已经没有路径了，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民也不用改了。然后我就会觉得他怎样？他是被附身了，还是灵魂交换？他是背骨，他是爱国台湾，没有他，你们早就完了。你说赖清德吗？赖清德才是真正的，他这个才是背骨，这个没有能力的啦，这个是傻瓜一个没能力背骨的，这个才是我们台湾要认清，不是打仗，你越投降越。你投他就是会打仗啊！你投他就是会打仗啊！到江山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一次去美国，他这一次访问的规格这么低，就是因为美国人不相信他。你看电视不是这样讲的呢。现在是双方对你都看哪一台？你都看哪一台？你告诉我。每一台都有去看。你是都看三明治？你给他们新疆管，你分配到新疆才产。还是你都看三明治？不然你的讯息都是哪里来的？我不管你哪里来，我们就要认识这个台湾。没有，我想你要告诉我们你的讯息是从哪里来啊？不要，我们都是会看，每一台都会看，每一台都会看。爱台湾，不要说他打仗，他们都糊弄的。哦，那他现在不要台独了耶？不是，他现在不要台独了。哦，台独不台独，这个不要台独也 OK 哈。那台湾本来就独立了，我们有给大陆管吗？我们投票。哦，那要不要承认中华民国宪法？宪法本来现在宪法是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要不要？要不要承认中华民国宪法？球控他就不打你吗？错了。哦。